经过因两条，因拢淹去，到阮的家条，伊大声咧发讲，家条大大，真感谢神，阮的家条是较挖溪，照你讲是，阮的家条会大成淹去，结果因为是连米大桥有一个引导的路较悬，水路开到要满阮的家条，特别满入去。结果雨都停起来，开始去退啊。阮行到位都开始特别退，倒一家条要入去家条，甲毋入去迄个中间，都已经看到水，已经有要特别退啊。所以当然是迄边的这个家条吼，也无因为讲这边的歹事水灾，所以互你的家有所损伤啦。算主要所嘛，甲你保守你的家条啦。感谢主，因为主要所知影讲，阮拢是贷款，尤其经济来源失调去，你要留甲这庄脚做圣工就留袂掉，所以主要所嘛安尼甲保守。